好来，乡亲啊，咱回头继续要来讲注这个新冠疫苗，有未少的民众也是真惊会来产生着副作用。讲日本有一个小姐注完着莫德纳第一剂3天后，开始来落头毛，1个月后竟然变做秃头。这个小姐去看医生，医生讲因为数据无够，无法度证实这甲注预防射有关系。啊，那咱台湾的医师是讲，会来落头毛较大的可能性，也是因为压力的原因。呼吁民众对注这个疫苗，莫来产生着伤侪心理上的焦虑。开始注第5轮的莫德纳，其中会使注第一剂的对象，有65岁以上的时代，还有53岁以上第9类等等的对象。面对国内疫苗供货无稳，真无简单，才注着莫德纳。不过有一寡民众要是烦恼注疫苗了后的副作用。总之有没有比较害怕会有哪些副作用？有一点，因为我在美国的大姐觉得第一剂很轻松过关，结果她第2剂所有的症状都有以外，她第2天早上在浴室昏倒，她自己都不晓得。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也不用太在乎。莫德纳的副作用唔难发烧、畏寒等等。日本有一位女网友抱家弟弟6月29注第一剂莫德纳，3天了后竟然开始落头毛，9天了头毛一拔开就有3个所在拢无头毛，刷落来对头壳顶甚至耳孔边的头毛拢直接落来。第23天了后，头壳顶拢无头毛，过1个月了后，想要把头毛用手拧洗几啊连，敢若剩小小的一撮。伊伫这段期间冒起青毛的镜头，去病院予医生看，医生嘛讲因为数据无够，无法度讲是和注疫苗有关系。如果说打疫苗这件事情，基本上如果对他来讲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事件，那当然就有可能会出现圆形秃。对我们来说的话，目前至少在国际上还没有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是要针对在圆形秃的事件上。不过，即卖也无法度证实和注莫德纳敢有关系。医生嘛要提醒民众，莫对注疫苗造成的副作用有上大压力。即卖要是有疫情，注疫苗了后，互家己先有保护力，才是上重要的。